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特朗普，聊聊特不靠谱。CNN 报道说，特朗普罕见逆转。这个逆转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他选总统的时候，这个民调，现在发现罕见的逆转，说表明特朗普未能免受党派政治影响。我们看看 CNN 怎么说的。他说，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刚开始2个月，就因其一贯的激进政治风格面临多重挑战。最新消息，共和党众议员叫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原本被提名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却在周四被特朗普突然撤回提名，这暴露了白宫对众议院微弱多数席位的担忧。斯特凡尼克来自于纽约，他在选区若进行特别选举，可能带来风险，而共和党在众院的多数优势已经岌岌可危。有这么严重吗？这个不是特朗普已经参众两院都是手拿把掐吗？他说这一决定对他个人，也就是这个斯特凡尼克是个沉重打击。他本可借此平台推广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提升自身影响力，同时也反映出特朗普对其忠诚支持者的回报不足。尽管特朗普承诺让他重回众院共和党领导层，并暗示未来可能给予行政职位，但这次挫折表明，即便是特朗普标志性的强硬作风，也无法完全无视政治现实。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面临其他危机。国防部长皮特·海克塞斯因一个包含记者的群聊中意外泄露对也门军事打击的机密细节，让国家安全团队显得业余，也暴露出选用缺乏经验但擅长电视表现的官员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对特朗普的这个小团体这个草台班子的一个评价。说此外，埃隆·马斯克主导的联邦政府裁员行动引发混乱，社会保障署因裁员导致服务延误，民众对福利保障的担忧加剧，甚至迫使政府收回部分改革措施。特朗普承诺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也受阻。白宫虽宣称在沙特美俄乌谈判中达成黑海停火协议，但俄罗斯提出的解除制裁要求令欧洲不满。特朗普承认俄方可能在拖延时间。实际上，不光是 CNN 这样说啊，其他的媒体，比如说《每日电讯报》，他说特朗普似乎开始明白克里姆林宫把他当傻子耍了。说该报报道称，特朗普周二向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叫格雷格·凯利承认，说俄罗斯很可能在拖延时间，但他补充说自己在商业生涯中也使用过类似策略。你看，就特朗普在潜意识里面把这种国家之间的谈判交往，他不当做一个公司之间商务谈判，那你遇到普京，你就被当成猴耍。公司是公司，国家是国家。公司很简单，就是算钱，有没有赚到钱。你经营一个公司，第一目标就是钱嘛，衡量的指标比较简单，就是钱。相对国家来说，它要简单。但是国家呢，你衡量的指标，你光算经济利益吗？咱们俗话说还得算政治账，对吧？还要算外交账，还要算这个账那个账。你不能光从钱上去考虑。而特朗普把国家之间这种交往把它浓缩成就用钱来衡量，那你只会被普京耍。维度你比别人的低几个维度，就像一个幼儿园的跟一个高中生在耍。根据《每日电讯报》分析，他说这番言论可视为特朗普对普京行动的理解。说此外，美国拒绝解除对一些俄罗斯银行的制裁，虽然这不像是针对俄罗斯的强硬措施，但表明友好氛围已让位于硬核谈判。也就是《每日电讯报》认为，特朗普他没有解除对俄罗斯银行的制裁，就已经是很强硬了。稍微不强硬，那就解除制裁了。报道指出，乌克兰和平进程目前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特朗普对停火的不耐烦，另一方面是普京的傲慢态度。但与此同时，普京很可能低估了特朗普的暴躁脾气、对侮辱的敏感性，以及他手中掌握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是《每日电讯报》说的，就是说特朗普他已经感觉到他被普京耍了。但是大哥要面子，大哥不能随便承认被人耍了。那么在经济方面也不容乐观。
这个 CNN 说新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跌至2021年1月以来最低，民众对通胀和衰退的担忧上升，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预计将推高汽车等商品价格，进一步加剧消费者负担。而特朗普的关税举措是其竞选承诺的核心，他强调要通过对外国商品征税保护美国就业和财富。然而，这一政策短期内可能导致物价上涨，与他理想中的制造业复兴愿景形成对比。经济学家警告，新关税可能使新车价格上涨数千美元，这对经济和选民信心都是冒险之举。就你是给这个铁锈区、给红脖子没带来什么好处，结果还导致物价上涨。现在鸡蛋也没得吃，汽车关税增加，结局十有八九是汽车的价格要涨。它不光是对某一个国家，它是对所有的进口的汽车都要加关税。这一下支持他的红脖子还有什么铁锈区的选民，这下有的受了。这是求锤得锤，种豆得豆。说下一周特朗普还将推出针对外国关税的对等报复措施，若价格进一步攀升，他的政治决心将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共和党内部对佛罗里达特别选举的担忧也在加剧。当地候选人兰迪·法恩虽有望获胜，但民主党对手的强势竞选可能预示中期选举的不利前景。尽管麻烦不断，白宫仍努力展现乐观一面，强调特朗普上任以来的成就，包括现代汽车20亿美元投资和萨尔瓦多帮派领导人的逮捕。政府还辩称，媒体过度关注聊天门丑闻，却忽视了打击胡塞武装的成功。然而，这一周的动荡让许多美国人开始质疑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的决心是否正将国家带入危险境地。这是 CNN 对特朗普的报道。特朗普不管怎么说，这是第二任，也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一烧，没有烧着别人，反而把自己给烧了。咱们还得说一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信号群聊事件，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严重的泄密事件。前不久爆发的信号应用聊天软件这个泄密事件，特朗普刚开始是承认了，说大西洋月刊这个记者是个坏人，现在特朗普又断然否认。大家看视频。Tha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You're telling me about it for the first time. Nobody was texting war plans, and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about that. Thank you. I appreciate it.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特离谱他妈给特离谱到家。特朗普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两个人同时甩锅都不承认，敢做不敢当。结果大西洋月刊的这个记者那就甩出更多的信息。海格塞斯刚开始他对记者说，他说没人通过短信讨论什么战争计划，我就说这么多。刚开始是先就不承认也不否认，后来似乎是承认，说如果事情确实发生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没有任何机密信息泄露。事后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这只是个小插曲、小故障，一种轻微的系统问题。然后矛头一转，说大西洋月刊这个记者他是个骗子，一个名声扫地的所谓记者，靠一次次散布假消息谋生。美国的媒体说，特朗普和海格塞斯这些人过去就曾经激烈的批评民主党人的安全失误，好像是不是希拉里邮件门事件吧，也就是通过他个人邮箱还发了一个什么政府的邮件很重要，结果这个共和党人特朗普还海格塞斯就抓住疯狂的攻击这个民主党没有安全意识，结果现在回旋镖很快就扎到了自己。当自己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立马试图淡化自己的问题，这种现象层出不穷。2017年，在特朗普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内，特朗普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泄露了机密信息，这些信息敏感到美国甚至不会与盟友分享。一位情报专家如此评价。2018年，在赫尔辛基与普京会晤时，特朗普选择相信俄罗斯总统，而不是美国情报机构关于克里姆林宫干预2016年大选的报告。他还因在推特上泄露美国在叙利亚的 CIA 行动信息以及卫星监控能力而遭到批评。当联邦调查局调查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与莫斯科的疑似联系时，就是通俄门他随后解雇了 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2019年关于俄罗斯影响
行动的调查，特朗普至今仍称之为俄罗斯骗局。这里面就要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草台班子，他这个信号聊天软件的事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有的时候在想，对于特朗普他组的这个团队，有点像印度那个太祖是尼赫鲁吗？我不太清楚，反正是他晚年的时候，你说他那个团队跟特朗普组的这个团队是不是高度类似？也就是他只看忠于，他只看能不能让他放心，是不是忠于他。至于有没有能力不重要，一个服务员那也可以去参加什么最高级别的会议，代替他去参加。外交部不是部长说了算，而是他安排两个也是服务员或者是两个亲随负责传递信息。这特朗普现在搞的这一切不就是这个翻版吗？这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是不是忠于特朗普。有很多媒体说，在这个信号聊天软件泄密事件中，身体永远健康的万斯经受住了考验。也就是万斯他是表里如一，他是时时刻刻他都维护特朗普的这个权威，他一直要求自己要按照特朗普的这个言行，要学习特朗普，要凡事大小事都要从特朗普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万斯那绝对是身体力行做到了，虽然他对从特朗普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得出的结论可能跟他自己的结论不一样，但是他会坚持特朗普的这个思路。所以说身体永远健康的万斯那是绝对忠诚，绝对可。特朗普从这个角度来说他选人还选对了。万斯无时无刻不在维护特朗普的权威，在实践忠于特朗普的路线。这里面还可以看出卢比奥也得老奸巨猾，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言多必失。也正因为这个，卢比奥恐怕没有经受住考验了，恐怕很快就要离开特朗普的这个班子，身体比较健康，恐怕也健康不了了。第二个就是特朗普这个草台班子，除了特朗普本人之外都非常年轻，有好多都是80几年的。大家也知道80几年的，你想想他日常工作中一有事不就是组群吗？我们这个事情涉及到我们3个人，好，3个人拉个群，涉及到8个人拉个群，好，在群里一通知就完了。这个是典型的公司的做法。你只要在公司上过班，你只要涉及到跨部门的会议或者合作，3、5个人的，你都会拉群，马上第一时间是建群嘛，是组织的人呱唧先把几个人拉进来，好多人还晕着呢，不知道把我拉这群干啥。好，一会儿看群的名字换了，什么什么小组，或者什么专项公关小组，名字就换了，开始有人在这里发话，是不是这样？你看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他组群一顿拉完这个结果是手滑还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还是不是故意的？还是失误？把大西洋月刊的记者给拉进去了。也就是说，特朗普这个草台班子，他把你看海格塞斯，他以前干啥的？他都没在政府干过，他就是一个主持人。沃尔茨，所以我估计这一次信号聊天软件泄密这个事件爆发之前他们的工作方式习惯恐怕早就是拉群建群。第三个恐怕也说明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那一朝天子一朝臣，美国他那个部门的头会换，你比如说中情局的局长、国防部的部长、国务卿，这头会换，重要岗位会换，剩下的那些人，那些文官系统，那都是有民主党有共和党，都是老人，这些人是不换的，他就是干活的。但是这些人又是什么？咱们网上老说的大动脉，是扫地僧。你看表面那些部长什么的，一个个的好像特别忙，上蹿下跳的，实际上真正掌控这个部门庞大的网络在运行的是这些扫地僧，是这些大动脉。而犹如这个特朗普跟这个马斯克这俩人搞变法，效率部很有可能就动到了这些大动脉。他不是国防部、什么财政部、什么开发署、保障部门统统的下手吗？还有宣传，那电视台该关的关，很有可能影响到了这些基层的运转，造成人心不稳，造成这些大动脉、这些扫地僧他们也摆烂躺平，给你们这些人整去。按理来说，这些人应该提议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提醒海格塞斯，对吧？咱们不能这么玩，咱们有专门的软件，对吧？咱们开会有咱们自己的制度，还有程序，咱们有咱们自己的一套规范、保密制度。那海格塞斯哪知道？人家还把以前在电视台那一套带来了。海格塞斯的助理，或者是他下面的那些服务人员、助手，他们应该知道国防部应该怎么玩开会的吧？这程序，结果估计这些人一恐怕也干涉不了他们，第二也懒得管，你爱咋地，闹笑话也不是我闹笑话。那这是我分析的，我就觉得，因为这些人都年轻，才40多岁，所以他们受官场的气息比较少，反而受这个企业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出了这样的一个，也可以说丑闻。就是从特朗普的这些所作所为，目前来看，特朗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利益优先，这个恐怕真的是一句口号。就目前来看，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特朗普优先，让特朗普再次伟大。我想现在现象越来越明显，特朗普是光荣、正确、伟大。你看那个白宫的网站，那全是特朗普的先进事迹，全是特朗普赢了又赢，快赶上朝鲜的宣传了。你说特朗普草台班子，身体永远健康的万斯，他居然还整出一个他老婆去格陵兰岛去访问，你访问就访问，他还说是应格陵兰岛的邀请去访问，结果人家格陵兰岛就说了，我可没邀请你，人家马上就有人去格陵兰岛去做调查去了，敲门，因为格陵兰岛一共没多少人，一共就5-6万人，人家就敲门统计去了，说你同意不同意啊？这万斯他老婆对吧，身体永远健康的老婆要来访问，结果据说大部分人都说根本就不希望他来，万斯的老婆居然去了，由于舆论已经哗然了，人家没说邀请你，而且当地的老百姓也不喜欢，民调都不愿意他来访问，结果据说身体永远健康的老婆到了格陵兰岛，这个应该是美军基地嘛，飞机停在那儿，没人搭理他呀。本来随飞机还带着专车，这副国际领导人的夫人待遇是有的，随机带着专车，本来要坐着那个专车去访问，结果没人邀请，人家抵制，所以说把车还塞回飞机。万斯在美国等着那边说，一旦同意了，万斯也要去格陵兰岛访问，完了之后跟他老婆会合，结果这事又被搅黄了。你说又闹个外交笑话，真是笑话不断。这还不算，更大的一个黑色笑话出来了。这个普京他居然警告全球，说特朗普的格陵兰岛野心不只是说说而已。2025年3月28号，普京在俄罗斯西北部城市摩尔曼斯克出席第6届国际北极论坛。在这论坛上，普京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吞并格陵兰岛的争议言论呢，做出最强硬的回应。他说，美国的北极战略绝非玩笑，其行动具有系统性、持续性和侵略性。他认为美国吞并格陵兰岛的计划是认真的。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当俄罗斯愿意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伙伴合作，在北极地区开展惠及各方的经济活动。普京说美国吞并格陵兰的计划是认真的。他强调，俄罗斯从未在北极威胁任何国家，但会密切关注局势，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普京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点扑朔迷离。这个侵略者现在开始反侵略，而曾经的反侵略者毫不掩饰侵略的野心，也就是特朗普要吞并这格陵兰岛，美国的这身体永远健康啊！他不是28号到了格陵兰岛，在美军基地吗？也就是你格陵兰岛你不邀请他访问，人家去美军基地发表了讲话，答记者问。这个万斯可以说是赤裸裸的鼓吹格陵兰岛选择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要美国确保在北极的领导作用。格陵兰岛方面强调，美方代表团此行纯属挑衅，我们绝不想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在这个背景下，你说普京说特朗普要吞并格陵兰岛不是开玩笑，是认真的。普京还说，我们在北极，我们也有利益，我们密切关注这个事情。那言下之意什么意思？普京是要反对特朗普吞并格陵兰岛，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比较多，很有可能普京要跟特朗普两人达成交易，你吞并格陵兰岛，我不说话，但我吞并乌克兰，你也给予方便，我们俩一起瓜分，也这种可能。但至少普京现在表现出，对吧？他反对特朗普去吞并格陵兰岛。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扑朔迷离？这一切都是特朗普脑门一热，整个世界颠倒过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到底是美国优先，还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让特朗普优先，还是特朗普再次伟大？不管是让谁再次伟大，但是特朗普的这个闹剧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吃瓜群众，恐怕有吃不完的瓜呀。我们倒要看一看普京和特朗普会不会上演一出共同分赃的这一幕，就像这个当年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这些列强肆意瓜分世界，这一幕会不会重演？特朗普会不会开倒车？这些事情表面上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又有着深刻的联系，最终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它涉及的是道义，这是真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